都要負上政治責任嘅，因為佢做嘅嘢完全正確，佢完全跟足係佢嘅頭噶嘛，係咪？咁李少光點解要負上責任咧？就係話喺佢啲部下咧，完全係同佢個意志決定係一致嘅時候，即係佢個施政係暢通無阻㗎。但係佢判斷錯誤，即使佢身喺日本都好啊，外訪緊日本都好啦。咁但係現今嘅通訊科技十分之發達，佢依然都係可以即係密切注意事嘅情況，甚至乎或者係可以能唔能夠改到個行程啦，趕到翻嚟啦，其實都係有機會可以做得到。但係事已至此，就係、最終大家都見到就係保安局長，或甚至乎保安局啦，喺呢件事上邊都係要犯咗個錯誤。於是乎，保安局局長咧就有個不可推卸嘅責任，所以李少光佢自己本身亦都基本上係承認咗呢一點。佢李少光佢話佢自己冇通報過任何嘅佢嘅上司啊，即係冇通報俾過呢個曾蔭權啦、唐英年啦。咁其實我哋有一點要，譬如唔好話佢一定係錯先，我哋嚟理解下佢點解去通報俾佢嘅上級聽呢樣嘢。其實我哋諗一諗，因為咧我個人意見就話可能咧呢個魏永哲啊，同埋佢唔喺度嗰班咁嘅負責處理班嗰啲官員職員啦，咁咧佢哋會唔會自己已經係私下已經cover咗一啲事實，而唔令到李少光去知悉咧？又或者佢哋錯誤判斷呢個形勢，而冇將呢樣嘢去匯報俾佢上級聽咧？呢樣嘢其實李少光佢身在外國，我哋唔能夠成日話要求佢係全部嘢佢都知識得好清楚，因為始終大家有個距離，係咪先？但係佢作為即係佢嘅下屬啊，作為佢代表呢件事嘅嗰啲人即係喺佢唔喺度期間，咁佢哋之間嘅溝通會唔會存在有問題咧？你覺得？即使係副秘書長都好啦，其實佢擁有嘅保安局相關嘅經驗咧，其實大家已經知道係十分之豐富，因為你係要有一個豐富經驗先坐得到呢個，都係一個高位嚟嘅，先坐得到。咁可能就係佢哋會覺得，即使阿李少光局長就去咗日本都好，佢哋都係有能力會處理到呢件事上邊。當然啦，佢話會唔會話同個李少光局長裏邊已經係有一定嘅交流咧？我相信會有。即係李少光，你覺得係全權俾咗佢負責？係啊，但係並且有時有交流嘅添。即係咁重要，即係話泰國政變嘅時候，香港有啲人喺泰國，呢件事係非常之嚴重嘅咯。呢件事佢竟然會將咁重要嘅決定交俾佢嘅一啲公務員職級嘅一啲同僚。嗰啲公務員同僚咧，佢哋都係好有經驗㗎。一個團隊好有經驗。林瑞麟佢嘅角色喺邊？林瑞麟嘅角色咧，只不過係有一個基本嘅阿 head 提出我哋另外嘅一個需要考慮嘅就係話，究竟呢個署任嗰個界線係點樣釐定咧？佢嘅職權同埋佢可以做到嘅運用嘅權力啦，咁喺李少光不在港期間，咁呢個署任嘅無論係副局長又好啦，或者其他局嘅局長又好啦，呢樣其實大家社會上啦咁多位睇緊我哋節目嘅朋友啊，呢樣嘢大家需要諗咯。我哋其實從而家報章其他渠道所得悉翻嚟，甚至乎連政府佢自己都搞咗咁多年呢個署任嘅制度，佢自己搞到今次咁嘅大頭佛，佢自己其實大家證明咗佢都唔係好知啦，佢都唔係好了解，或者當中涉及嘅職員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嘅職責，又或者佢根本就唔想去理啦呢樣嘢。阿林瑞麟局長咧，即使佢係署任咗喺李少光走嗰陣做一個署任嘅局長，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阿林瑞麟局長本身對於個保安局裏邊嘅職責啊，對於嗰個運作啊，我相信佢個熟悉程度咧係好有限嘅。即係你話對於個副秘書長嚟講咧，我相信個副秘書長嘅經驗咧喺
呢一個範疇上邊會比佢更加豐富。即係要問責就你就話副秘書長免除，免除啊因為佢唔係問責官員。於是乎要同埋就係話佢本身如果冇即係佢冇違反咗李少光任何嘅決定同意願嘅時候，於是乎我哋問責嘅就係問保安局局長李少光。當然如果你話想再追一層嘅，就要追翻到去堂，因為佢係政務司司長，係屬於即係局長之首，係咪？再上一層就係局長之首就係唐英年啦。於是乎就係我哋講翻唐英年。嗱，我哋施政同盟而家同大家探討緊嘅咧，已經係進入咗一個非常之細緻嘅地方，就係話我哋點樣睇呢個李少光佢嘅決定，究竟係真係決定咗唔派包機啊，定係呢個還是係佢唔喺度嘅時候，佢嘅下屬去執行嘅時候，佢哋自己嘅權利咧？我相信佢哋係即係喺李少光下邊嘅官員啦，佢本身咧佢哋之間係商討過。係得出個共識，係決定咗唔派包機。但係呢一個決定咧，我相信佢哋會有交流，佢哋即係佢同李少光會有個交流。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阿 Ben 你一開頭啲節目之時，你已經講啦，佢哋嘅資料上邊有一個唔細嘅誤差喺度，或者可能個時佢轉得太快，佢哋冇緊貼到。於是乎，既然你嘅資料係錯誤的話咧，有機會令到你所做決定都係錯，佢哋就陷入呢一個錯誤之中。嗱，佢哋負邊咁要問嘅係邊個負責去整呢啲資料？佢哋自己本身個保安局上面係有責任㗎嘛。咁即係嗰啲公務員有責任咯喎，即係負責去搜集呢單 case 嘅資料嗰啲人，佢哋唔盡力唔去做。又或者佢哋本身已經真係盡力咗，但係唔到表現未如理想，即係或者可能佢個即係。個政局有變，可能啲資料上邊唔能夠即時搜集到。其實我哋都明白，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做個決定，我哋要講最終嘅決定，你係做錯咗。咁如果做錯咗嘅時候，你就必須要揾翻佢阿頭，佢個局個阿頭就係李少光負責。李少光負責。嘛？如果李少光講，喂其實我當時都係去咗日本啫，係嘛？我又唔能夠咁快，即係咁快有一個好緊密嘅溝通嘅話。你哋應該要再請示我阿頭啊，都得嘅喎，係嘛？保安局嘅高級職員係有權當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去外訪嘅時候，署任局長係未必熟悉呢事務嘅時候，係可以請示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呢個係絕對可以嘅。但係我相信佢哋嗰啲職位嘅職員，唯有係請示到呢個署任嘅局長先嘅喎。佢哋當時咧，我相信咧就未必請示咗阿唐，就係請示林瑞麟，有機會係。咁問題又或者佢林瑞麟再佢有限貧乏嘅保安呢方面嘅知識，佢作出佢未必作出，佢未必做到決定，佢亦都未必想做決定。但係咁邊個最後做決定咧？即係李少光唔喺度嘅時候，佢哋就將佢哋個基本嘅分析，即係應該要知道嘅嘢，分析完俾李少光話俾佢知嘛。係啊，就係咁啦。但係李少光身在外地，又未必完全知道晒個情況，於是乎就相信個團隊，就相信你嘅分析。係相信團隊。咁但係我都話啦。佢哋個團隊，即係喺個保安局上邊嗰啲人員係無需要負上解今次事件上嘅，係無需要負上責任，因為李少光局長已經講咗，你哋係做到佢要去做嘅嘢，咁所以就話呢個責任佢只係落錯咗呢個決定啦。係啊。咁我哋即係探討完啦，我哋咁緊張激烈嘅環節之後咧，我哋點講啊？即係之後我哋講下呢個嘅的士啦。我哋其實之前已經探討過喺星期四啦，大家可以 click 翻我哋喺 YouTube 嗰啲片段。